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第一批辉瑞 BNT 儿童的疫苗，透早5:44已经运到台湾，要让5岁到11岁囡仔会当落注，希望确保着儿童的保护力。家人一个2岁小男童确诊发烧死亡，是互袂少的家长真担心。台大急诊的医师就提出着美国的统计数字，讲这个儿童为着流行感冒的死亡率是0.05%，但是为着奥密克戎的死亡率是0.35%，高达7倍。也就是讲，对囡仔来讲，奥密克戎这款的病毒是好过薄，就算小朋友是无慢性病健康的儿童，恐惊嘛真歹闪过这个动情的侵袭。头一批辉瑞 BNT 儿童疫苗总共777600剂，伫今日半暝运到台湾，按算5月20开始做。前几天啊，传出家人2岁囡仔为着病毒发烧死亡。苗部处长施水元讲，是因为地方卫生局无善用当前的转进资源。地方的卫生局没有善用我们的 EOC 啊，那如果经由那边的话，那 EOC 的人员就可以看这一个病房的情形，然后直接就指引他们的转送的医院。针对儿童确诊动情死亡，台大急诊医师李建章伫面册铺文，摕美国的数据证明，儿童奥密克戎转移比例是整体Delta转移人数5倍，死亡总数增加3.3倍。儿童为着流感的死亡率是0.05%，为着奥密克戎的死亡率是0.35%，是流感的7倍。强调囡仔就算无慢性病嘛，都袂过动症。即马医疗量能敢有够嘛，变做重点。指挥中心前一天强调，即马儿童 ICU 的病床数有够，不过第一线的医生认为无这么乐观。空床数跟实际上这个医院有办法承接的这样子的量能，我想都是不能够一概而论。为什么这样子讲？在这个加护病房里面，我有空一个床位，这就代表说我的病人能够在急诊或者是从其他医院。重症的病人就可以立刻进入到这个加护病房的床位吗？其实常常不是这样。医师工会表示，对 ICU 来讲，一层的病人需要的医疗人员唔只一位。伫医疗人员确诊数济的状况，人力真严，就算有眠床嘛无人顾。所以有医生建议开设儿童的专责病院。目前的专责医院里面就是有儿童的病床了，那就是儿童专责的病床了。只是目前还没有真的让它运作了。所以如果儿童的重症真的还是持续会出来的话呢，这个专责医院里面的儿童病床或者儿童的加护病房就要开始来运作。然后最主要是要有足够的人力进驻了，因为整个加护病房是要很吃人力的。详细来看，人力无够是即马上大的问题。现阶段除了确保儿童注疫苗有保护力以外，针对第一线医护人员人力真严，嘛是中央和地方爱做伙解决的头一个重点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